好，导播好了吗？大家好，我是 V 君泰看见泰国的黑熊。这次要跟大家快速分享目前泰国的疫情状况。这几天新增病例数量开始倍数增加，最高单日高达60例，有够吓人的。截至今天3月20日，泰国已经破了300例，累积322例了，其中43例已经治愈，1例死亡。泰国政府公布，原定4月中旬的新年送干泼水节已经取消了放假，但是其实也没有真的取消，它是假期延后。但目前延后到哪里，日期还没有公布。除此之外，3月18日开始，酒吧、娱乐场所、按摩等等暂停营业14天。很明显的是曼谷上下班的车辆与人潮少了很多，现在都不会塞车了。我想这是一个唯一值得开心的事。泰国政府这几天也派出清洁队做重点式的清扫消毒，而一般泰国民众因为担心封城，超市、大卖场都挤满的人，大家都在做储备，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除非真的必要，不然不要来泰国。从3月22号开始，泰国对入境的本国人与外国人都会加强管制。外国人入境时需要提供搭机前72小时内的健康证明，以及10万美金的医疗保险，为的就是防止外国人可能带来的境外感染以及染病后的医疗费用。现在来泰国没有那么方便了，而且也是间接在告诉你，泰国现在正在做防疫，不要来乱。如果这段时间你是在泰国，可以参考 V 君泰网站上的疫情专区，以及我们跟泰国新创 FiLab 合作的疫情地图，上面有最新的新闻消息与发生地点资讯。这段期间，如果你想念泰国，可以买一些泰国零食、饮料，像是大哥花生豆行啤酒等等。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看看我们的频道，换一种方式看见泰国。我们团队也推出新的影音节目 What Thai Say， 泰国人怎么说？透过泰国街访，让大家看看实际泰国的现况，以及把麦克风交给泰国人，听听他们的看法。等待这次疫情过去，欢迎大家再来泰国走走。好啦，今天泰国疫情快速分享就到这边，记得订阅与分享 Now News 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ใช่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สว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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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เนี่ยđừng nên cho tay lên mặt mũi miệng bạn che lý ra nơi đâu người để lùi virus corona âm nâng cao sức khỏe và vệ sinh không gian xung quanh mình cùng nâng cao ý thức của xã hội để lùi virus corona高高的还有高的，我这个好像泡泡榴莲了。对呀，因为它太高了在一起。不要唱歌，拿麦克风去唱歌。你有塞满了吗？有。请把你的城堡拿起来吧。等一下。会成功吗？来看这里，先不要打这个。哇！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哦。你弄这个，我弄这个。然后这个要那个。这样啦。你看。对呀。妈咪。你打过来，放这里。好 ，OK， 1、2、3 ，Yes， 你的呢？哇哦 ，Yes， 成功。我在洗手。爸爸嘞？我看你的手。爸爸。你自己洗啊？你的裤子都湿嘞。你妈妈会骂人吗？你儿子都是错了。升到几月了？等一下，我想一下，我要拿。要去拿浴巾呐，不要掉下去哦。好，来下一个，来我们来看。下个好好笑，好可爱哟。好，
巾哦？没有，这条是什么？我的内衣，爸爸很冷哎。我要去洗累累了，不要再下来了，让他们站好。哇塞，你好 man 哦！那你衣服脱掉啊！换你了。